六大健康謠言，今日帶你一個一個揭穿，睇清真相。第一個謠言，血管入邊有垃圾，要排毒。錯，血液入邊咧根本冇咩所謂嘅垃圾，只係有人體正常嘅代謝廢物，比如話尿素、二氧化碳呢啲，通過腎臟、肺同腸道就能夠自然排出。多啲飲水，正常排尿就完全足夠啦，唔好被嗰啲疏通血管排毒套餐呃鬼咗。第二個謠言呢，食嘢要趁熱先養胃，大錯特錯。65度以上嘅滾燙嘅食物咧，辣嘅唔係胃而係食管，長期食滾燙嘅食物咧，會反覆損傷食管黏膜，甚至增加癌變嘅風險。第三個謠言呢，食蛋白粉增加免疫力，冇咁簡單。蛋白粉只係濃縮嘅蛋白質補充劑，對健康嘅人嚟講咧，完全可以從肉、蛋、奶、豆類獲取更加全面均衡嘅營養。盲目補充蛋白粉可能增加腎臟嘅負擔，仲不如食個雞蛋、飲杯奶實在啲。第四個謠言呢，清淡飲食等於唔食肉。烹燴清淡呢係指烹調方式要少油、少鹽、少糖，咁呢唔係拒絕分食。成年人呢，每日攝入鹽量呢唔超過5克，仲包括咗豉油、鹹菜等所有來源中嘅鹽。每日攝入量呢控制喺25到30克，但亦都唔使你每餐都去磅下佢，養成好嘅習慣更加重要。第五個謠言呢，補硒可以防癌，唔準確。硒呢係人體必須嘅微量元素，一般通過日常嘅飲食攝入就足夠啦。盲目補硒呢，反而可能引起硒中毒，甚至增加某些癌症嘅風險。冇必要額外去補，食得雜一啲更加安全。第六個謠言呢，飲骨頭湯呢去補鈣，其實呢唔好完全對。骨頭湯入邊嘅鈣呢，以磷酸鈣形式存在嘅，好難溶解到湯入邊。你睇到嗰啲奶白色嘅湯呢，佢嘅成分呢，其實呢主要係脂肪同嘌呤，佢呢並非冇營養，但係佢提供嘅營養對於現代人嚟講呢，往往係需要限制佢攝入嘅，譬如大於利。對於需要控制體重、尿酸、高血脂以上嘅人群呢，就冇推薦啦。真正補鈣高手呢，係牛奶、酸奶、豆腐、小白菜、油菜、芝麻醬等等，記得配合維生素 D 先能夠促進吸收。你記住啦。